有一出电影《阮兜的代志》，这是咧讲中华社头一个家庭的故事。真内底有8成以上拢是讲台语，是搬出台湾传统家庭的爱甲秘密。也那这出电影伫咧今年纽约亚洲影展的一个单元是摕到最佳剧情，这嘛是12档来头一个摕到这个奖项的台湾电影。We award the Uncaged Prize to Family Matters. 评审宣布，2025年纽约亚洲影展 Uncaged 单元得奖的是台湾电影《我家的事：阮兜的代志》。这出电影以中华社头做背景，咧讲台湾传统家庭的感情牵连，搬出一家伙仔的爱甲秘密。这嘛是 Uncaged 单元办12年以来头一出得奖的台湾电影。是一个很胆小的人。那拍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勇敢的事情，也希望这样的勇气透过《Family Matter》这部电影可以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导演潘克印本身是中华社头人，伊表示，伊真早就离开社头，出外去读册、食头路，直到以家庭故事做题材，所以拢伫社头处境。而且影片有8成以上拢是讲台语，就是希望甲故乡的气味、家庭的记忆用电影记录落来。我既然是在等于中华的，感觉转去的时阵，拢会得到真侪力量。要甲即种等于厝的感觉，甲伊留伫即个电影内底。就算讲以后我等于到社头，可能一家伙仔无伫啊，但是至少有即出电影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即种其实提醒我讲，我甲故乡的思念是偌深。潘克印导演甲台湾在地风景、传统家庭的模样，透过影片展现伫国际舞台，用电影互世界熟悉台湾。这届纽约亚洲影展 Uncaged 单元，计共有8出电影做伙竞争，成功摕到奖项，嘛是台湾电影的新纪录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